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我係心理老師 Peach 老師。上次同大家詳盡分析完九型人格嘅基本性格特徵，收到好多留言問 Peach 老師點樣用九型人格嚟睇愛情？點解同男朋友成日鬧交？點樣先到同自己最夾嘅人？今日我就用大概15分鐘同你深入拆解九型人格戀愛篇，我會同你逐型分析佢哋點樣墮入愛河，佢哋嘅愛情死穴喺邊？同邊類型最夾，同邊類型最易嗌交，等你更加懂得同另一半相處，甚至幫你揾到最適合自己嘅 Mr. M's Right。第一部分，心區2、3、4號情感中心嘅戀愛模式。心區嘅人用心主導，佢哋最在意嘅係被愛、被認同、被欣賞。喺愛情入面，佢哋嘅情感需求特別強烈。2號給予者助人型，點樣墮入愛河？2號人相信愛就係付出，佢哋會透過無微不至嘅照顧嚟表達愛意。記得你中意食咩？幫你打理生活瑣事，成日擔心你有冇唔舒服。愛情觀，愛你等於愛自己，佢哋覺得只要你開心，我就開心。愛情死穴，付出咗好多，但對方冇回應，冇感激，會好受傷。唔識開口要求，淨係識默默付出，最後委屈自己，容易陷入三角戀，因為佢哋對每個人都好。相處貼士，同2號一齊，要多啲講多謝，俾佢知道你睇到佢嘅付出，主動問佢你需要咩，因為佢從來唔敢開口要。最夾8號領袖型，2號自己，最易嗌交。5號理智型，太抽離。7號享樂型，太自我。3號實幹者成就型，點樣墮入愛河？3號人相信我要成為值得被愛嘅人，佢哋會被優秀有成就嘅人吸引，同時都會努力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，打扮靚，事業好，生活精彩。愛情觀，愛美人，更愛江山，佢哋覺得事業成功先係最大嘅吸引力。愛情死穴，工作狂，成日為事業忽略伴侶。Thus， 太在意形象，唔敢展示真實嘅自己，包括軟弱、失敗，用物質代替情感，送禮物代替陪伴。相處貼士，讚佢嘅成就，但更重要係讚佢本身。我中意你，唔係因為你叻，而係因為你係你。幫佢放慢腳步，享受當下。最夾6號忠誠型，俾到安全感。9號和平型，俾到放鬆。最易嗌交4號自我型，太情緒化。8號領袖型，權力鬥爭。4號悲情浪漫者，自我型，點樣墮入愛河？4號人追求靈魂伴侶，佢哋相信世界上有一個真正懂佢嘅人，一見鍾情，戲劇性嘅相遇，刻骨銘心嘅愛情係佢哋嘅夢想。愛情觀，擁有嘅一文不值，缺失嘅價值連城，未得到嗰陣最愛，一得到就開始嫌棄。愛情死穴，情緒化，成日覺得你唔明白我，容易活喺過去，放唔低前任，追求完美愛情，接受唔到平凡幸福。相處貼士，接受佢嘅情緒波動，唔好否定佢嘅感受，製造生活小情趣，俾佢覺得呢段關係仲有浪漫。最夾1號完美型，欣賞佢嘅獨特。9號和平型，包容佢。最易嗌交3號成就型，太現實。8號領袖型，太強勢。第二部分腦區5、6、7號思考中心嘅戀愛模式。腦區嘅人用腦主導，佢哋最在意嘅係安全感、知識、選擇。喺愛情入面，佢哋需要理解同確定。5號觀察者理智型，點樣墮入愛河？5號人係理智嘅巨人，情感嘅矮子，佢哋唔容易投入一段關係，需要好長時間觀察、分析，確定呢個人安全，先會慢慢打開心扉。愛情觀，愛就係理解，佢哋會用好多時間去研究你、了解你，但唔擅長表達情感。愛情死穴，抽離，俾人感覺冷漠、唔在乎，需要大量私人空間，伴侶成日覺得被忽略，唔識講甜言蜜語，唔識情感回應。相處貼士，尊重佢嘅私人空間，唔好覺得你唔陪我，即係唔愛我，用理性溝通，唔好用情緒勒索。最夾1號完美型，有秩序。9號和平型，唔會逼佢。最易嗌交2號助人型，太熱情。4號自我型，太情緒。6號懷疑論者，忠誠型，點樣墮入愛河
6號人充滿矛盾，佢哋渴望被愛，但同時好驚被傷害。佢哋會用好長時間考驗對方，睇下你係咪真心，會唔會背叛佢。愛情觀，信任必須喺懷疑中建立。你每一次做到應承嘅嘢，先會慢慢消除佢嘅不安。愛情死穴，疑神疑鬼，成日 check 你電話，問你去邊，將最壞嘅諗法投射喺伴侶身上。佢冇腹肌，一定係出軌，需要不停嘅確認同保證。相處貼士，保持言行一致，應承咗就要做，主動交代行程，減少佢嘅不安。最夾9號，和平型穩定；2號助人型，無條件付出，最易嗌交。3號成就型，太忙。7號享樂型，太隨意。7號享樂主義者，活躍型。點樣墮入愛河？7號人追求快樂，逃避痛苦，佢哋會被有趣、好玩、樂觀嘅人吸引。愛情對佢哋嚟講，應該係一場開心嘅派對。愛情觀，追求快樂嘅愛情。如果一段關係變得沉重、悶、多問題，佢哋會想逃。愛情死穴，逃避問題，唔願面對關係中嘅困難，怕被綁死，需要自由度。5時花，6時變，伴侶覺得佢唔認真。相處貼士，同佢一齊探索新事物，保持新鮮感，用輕鬆嘅方式討論問題，唔好太沉重。最夾1號完美型，俾到穩定。3號成就型，一齊衝。最易嗌交。4號自我型，太沉重。6號懷疑型，太多限制。第3部分，腹區8、9、1號本能中心嘅戀愛模式。腹區嘅人用直覺同行動主導，佢哋最在意嘅係自主、和平、正確。喺愛情入面，佢哋嘅行為模式直接影響關係。8號保護者領袖型，點樣墮入愛河？8號人強勢、直接、有保護欲，佢哋會被需要保護嘅人吸引，同時都會被同樣強大嘅人挑戰。佢哋嘅愛係用行動證明嘅，佢會保護你、撐你、為你出頭。愛情觀，愛既是保護，佢覺得照顧你、保護你就係愛你。愛情死穴，控制欲強，成日話你應該咁做，強勢，唔認輸，鬧交，永遠要贏，忽略伴侶嘅感受，覺得我為你好就得。相處貼士，直接表達需要，唔好兜圈，俾佢知道你欣賞佢嘅付出。最夾2號助人型，識得欣賞。9號和平型，唔會硬碰，最易嗌交。4號自我型，太敏感。8號兩強相遇，硬碰硬。9號調停者，和平型。點樣墮入愛河？9號人隨和、包容、怕衝突，佢哋會被溫柔穩定嘅人吸引。佢哋嘅愛係用配合嚟表達嘅，你想食咩就食咩，你想去邊就去邊。愛情觀，安詳和諧才是真。佢最想要嘅係平靜舒服嘅關係。愛情死穴，唔敢表達自己嘅需要，成日委屈自己，用被動攻擊表達不滿，例如沉默、拖延、怕衝突，有問題唔敢提出，結果問題越積越大。相處貼士，主動問佢你點睇，你想要咩，鼓勵佢表達情緒，唔好覺得佢發脾氣就係唔好。最夾1號完美型，有方向。3號成就型，帶動佢。最易嗌交。8號領袖型，太強勢。5號理智型，太抽離。1號完美主義者，點樣墮入愛河？1號人有原則、負責任、追求完美，佢哋會俾人正直可靠嘅感覺。喺愛情入面，佢哋會用最高標準要求自己，同時都會用最高標準要求伴侶。愛情觀，要麼完美，要麼毀滅，佢哋追求嘅係一段正確嘅關係。愛情死穴，成日挑剔、批評，覺得你做嘅嘢永遠唔夠好，壓抑情感，唔識放鬆，唔識浪漫，太多應該同唔應該，令伴侶好大壓力。相處貼士，多啲讚佢，等佢知道夠好啦，接受佢嘅標準，但都要教佢放鬆。最夾7號享樂型，帶佢放鬆。9號和平型，包容佢。最易嗌交。4號自我型，太情緒。8號領袖型，挑戰佢嘅原則。第4部分9型人格配對分析加經典案例。9型人格45種組合，根據如何成為般配的一對書中分析，9型人格喺愛情入面總共有45種組合類型，每一種組合都有佢嘅優點同挑戰。
最緊要嘅唔係由最夾嗰個，而係了解彼此嘅性格，學懂點樣相處。經典案例：愛在黎明破曉時 ，Celine 4號 vs Jessie 5號6號。用一個經典電影案例，俾你更容易明白1995年嘅經典愛情電影《愛在黎明破曉時》嘅 Celine 同 Jessie。Celine 4號，自我型，感性、浪漫，追求靈魂交流，渴望被理解，對愛情有理想化嘅想象，對情感互動有強烈需求，需要深入嘅心靈連結。Jessie 偏向5號，理智型，6號懷疑型，理性思考型，對關係有距離感，用對話同思想交流嚟建立連結，而非純情感，對未來有懷疑，唔敢輕易投入承諾。衝突點：Celine 覺得我哋咁有默契，點解你唔敢為我留低？ Jessie 覺得我哋先識一晚，點解你咁快就要一個答案？兩個人喺維也納火車站相遇，一夜漫遊，傾咗一晚。明明有強烈嘅心靈連結，但最後 Jessie 因為現實考慮選擇離開，約定半年後再見，結果錯過咗，要等到9年後先再重逢。啟示：4號要明白，5號、6號嘅猶豫同距離唔代表唔愛，而係佢哋需要時間確認安全感。5號、6號要明白，4號嘅情感需求係真實嘅，唔係太戲劇化，而係佢哋愛人嘅方式。第5部分總結加變現引導。核心總結：今日同你分析咗9型人格喺戀愛入面嘅表現，希望你明白幾點。1. 冇天生一對，只有互相理解嘅一對。每一型都有優點同缺點，最緊要係了解彼此嘅性格，學懂用對方嘅語言去愛。2. 人不能與自己親密，又怎能與人親密？先了解自己，先接納自己，你先有能力去愛人。3. 愛情係最好嘅修行，透過親密關係，我哋先真正睇到自己嘅盲點，先有機會成長。變現引導，關於我。大家好，我係心理老師Peachy老師，專注研究9型人格、自我成長同親密關係，希望透過呢個頻道幫你更了解自己，活得更輕鬆、更有力量。想深入了解自己嘅9型人格戀愛模式。如果你睇完呢條片，想知自己屬於邊一型，或者想知點樣同而家嘅另一半相處得更好，歡迎直接 PM 我可以幫你做一個1對1性格分析諮詢，陪你一齊提出最適合你嘅相處之道。9型人格戀愛實戰課程，香港人專用，用生活化例子教你點樣用9型人格改善感情關係。課程詳情同優惠，點擊下面 description 條 link 就可以睇到。Follow 我嘅社交媒體 Instagram @thebettershay，Hexy。多謝你收睇到最後。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助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仲有撳埋個鐘仔。我哋下次見。